后来19年前轰动全台湾的南回铁路败马案，被告李泰安甲伊的小弟李湘全，为着要诈领保险金7100万，毒杀着地夫啊，搁用火车败马意外来暗藏因的罪行。事后，李泰安被判刑13年。因为服刑的期间表现良好，得到缩短刑期，已经来出狱。厝边讲医疗真多，嘛加较定着，即摆咧做工程的生意，真低调。工程车插伫咧门口停，未少施工设备也拢看甲真好势。工程行看板的外口也有过去老那个分家。单休息站大树也被都砍掉了，然后这边的道路已经都拓宽了。提出厝顶的看板已经好日头拍到褪色。这间干妈店媒体捌登记驻店采访，也是南回铁纪路败马案被告兄弟的客家。2006年，和全台湾拢真着假命案。代替南回线红吊钢破坏败马兵车，造成12个人受伤。这竟然是为着暗藏大笔金钱诈保案。被告李泰安被依照共同杀人罪判13档，今年5月被放出来。袂歹啊，做到最后了啊，做到最后，那就做工程啊，步入轨道啊，正常啊。憔悴很多，老很多啊，比以前老实多的。以前我们聊天都油腔滑调的，还是都有在相处嘛，日常邻里相处啊。经过高院4个月审判，确定刑期的当天，李泰安得获躯体高案发感。本地伫咧台东感觉服刑表现袂歹，5人前调去到武陵的外役监。虽然过来拜核准会当登去探亲，也毋过伊造成社会惊惶、恶性重大，声称过来个假释拢无核准。案件的部分，他想先这段时间稍微沉淀一下，也不排除后续会有打那个愿意平缓的这种再审的可能啦。刑期缩短800多天，期满出监。李泰安即摆敢若想要回归正常生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